小心！小心！这可是天下第一奇毒，天煞毒！啊！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你怎么？哎，对不起，我这就帮你拔出来。啊？哦。苟且你这天下第一奇毒，这辈子只有解药，就连你师父陆神说都没有办法救你。要想活命，只有去裴家，否则要死吧。陆神书听着怎么这么熟悉？想我堂堂炎黄第一奇才，无道至尊，居然死得这么仓促。不过能保障自己的前来之身，也算死得干净。姑娘，我可以帮你把头吸出来，我很能吸奶，你看。哎，还嘴硬，人都快硬了。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浅浅啊，不是师父不疼你，裴家有2位老祖，联姻之后，若是他欺負你，师父还可以替你做主。可你若是抗拒联姻，为师受限，也无法出手。为什么您会有这种限制？1000年以前，这个规矩是你的师祖至圣先师所立，可我等了1000年，他卻遲遲未歸。所以我們都應該明白，這就是命。世間竟有如此大能，還讓您魂牽夢縈，是這畫像裡的人嗎？這畫像是……藤徒子，居然還真敢信！我殺了你！你等老娘把屁股……不是，把褲子穿上，我一定活劈了你！当时那把菜刀距離我只有0.01公分，但是1/4炷香之後，這把菜刀的女主人將會徹底愛上我。因為我決定說一個謊話，雖然本人生平說了無數謊話，但這一定是最讓人心動的那一個。跑，有本事你再接着跑，我看看是你跑得快，還是我的刀快。天霸，如果殺了我能讓你感覺舒服一點，那就動手吧。你曾經有一份真摯的愛情擺在我的面前，我卻沒有珍惜，等到失去之後，才追悔莫及。人世間最痛苦的事情，莫過於此。來吧，動手吧，動手吧。如果上天能夠再給我一次機會，我會對那個女孩說3個字：我愛你。你當老娘沒看過大聖娶親啊？姐姐，你穿上褲子你就不認人啊？分明是人家救了，人家幫你吸毒，人家幫你熬藥，你穿上褲子就要劈死人家。是我，這可是天下第一奇毒，世間無藥可醫。你以為你自己是聖仙師啊？我願你別救我，你吸就算了。你剛才你連條褲子都不給我穿，我堂堂入道生存，穿出去我顏面何存啊？爸，死在毒中還不如死在我手裡，反正我也沒臉活下去。同歸於盡吧。別！我突破了，而且還一步踏入天骄境。
這是太极回天丹的味道。我该不会是眼花了吧？这么多宝物，不对，是宝物自会，不是我看不见，而是我的境界太低，有进突破境界才能看到。这小子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你怎么会炼制太极回天丹？啊？什么乱七八糟名字？那个就是我给你熬制的解药。现在不杀我了吧？不杀，本小姐冰清玉洁，一只老死皮，好日子到头了！这你来的呢？圣火焰，师傅，这砚台是什么来头啊？圣火焰，这是为师的师尊，也就是那位三界至高留给我的唯一念想。只可惜这是紫焰，魔焰早已失传，传闻魔焰可以号令天下所有紫焰。我要是能拿到这魔焰，岂不是可以号令师傅？那我还怕什么涟漪呀？拿来吧你！我头疼，我到这，我还拿不起一只小小破焰。你把你这破焰送我，我就不拼了。小太妹，连这玩意儿都拿不起来啊，还跟我在这装武道至尊？我妈说过，这屋子里的所有东西，只有我老婆才能拿得起来。不行，命都快没了，你还想娶老婆？你不懂，像我们这种单身汉，娶老婆那是执念。我就不信了。这家伙的房间透着古怪，但这母夜绝不会认錯。好，那我们结婚吧。傻！哎呀，我觉得在坑我，咱们这太仓促了。仓促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咱俩都老夫老妻了。说什么你坑我，我坑你的呀？现在我们两个都结婚了，这母宴可以给我了吧？给你吧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根本就不是真心实意，你就是为了圣火焰。感情嘛，可以慢慢培养的嘛。这家伙能做出太极回天丹，身份肯定不简单。况且还有母焰这种至宝，说不定是哪位仙门后裔，带回去给师傅认认脸。兴许師傅一高興，把我和裴金狂的婚約作廢。這樣吧，你先跟我回家呀。啊？現在就見家長？對呀。等我一下。南宫犬，我看你是瘋了！逃婚裴家大少就算了啊，你还带回來這麼一個毫不學無的廢物！如果裴家大少遷怒於我們整個南宮家都要給你賠喪！我還會怕他？南宮淺，你不許胡鬧！裴家可是我大夏第一位踏入修仙界的家族，而世子裴金狂更是即將要踏入仙人界的天之驕子。你知不知道，有多少女人做夢都想嫁給他？這些年，我們南宮家仗着陸仙才讓人高看你，可這改變不了我們活着的事實。
好了，別再耍小性子了。我南宮家和裴家聯姻啊，那可是強強聯合呀。以裴家在修行界的地位，隨便給我們點天材地寶、丹藥什麼的，我南宮家定能再出一位修行者。到時候我們南宮家的族譜第1名，許你都成。我聽明白了，你们这是要賣女兒啊？爸媽，連他都看出來了，你們兩個是把我當成家族聯姻的工具啊，還是這攀權富貴的犧牲品啊？什麼叫我都看明白了？我看起來有那麼醜？也讓你迟迟不怕踏入修行界，這樣一來，我們南宮家如何抬得起頭？你和裴少的婚約必須履行，沒得商量。爸媽，你們說什麼都沒用。我們兩個已經結婚了。一女不是二夫，抱歉。南宮淺，南宮淺，你师父和我家老祖定下的婚約岂是你說毀就毀的？眼裡可還有我裴家，可還有我裴家老祖？完了！千金打杀裴家五魁，还擅自逃婚，這裴少肯定是來興師問罪的。裴少，你不……哎呦！我要再不来，他們倆是不是要當場洞房啊？怎麼會呢？裴少，您說笑了。晴姐這些年被我寵壞了，有點任性。她是開玩笑的。是啊，裴少，倩倩還不快過來，我裴少賠罪。嘿，我還給他賠罪，我怕他承受不起。喂，我看你也別叫什麼裴青狂了，就叫你裴娘炮。咱倆站在一起，我比你還有男人味呢。確實。找死！敢這麼和俺家公子說話，小心本妹妹扒了你舌頭！我靠！哪兒找了這麼多老光彩，看着都塞牙。我你媽！南宮淺，老祖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能嫁入我裴家是你天大的福分。別忘了，我裴家還有2位大成仙的老祖，程咬。這南宮淺雖然驕縱了些，但卻是萬中無一的仙台。若是能結為道侶，定能讓我一腳踏入仙界。呸！你個死變態！看你虛成這樣，說不定你私下擄掠了多少女人進行雙修，想想我都覺得惡心。你連給我老公提鞋都不配！南宮淺，你該不會是要告訴我，你仰仗的就是這個廢物吧？把你那母宴拿出來，嚇死人，讓他知道什麼叫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我那就是一塊廢鐵，雖然是我們家的傳家寶，但是我平時就拿它敲敲釘子、砸砸核桃，什麼用都沒有。別廢話，拿出來。知道是什麼嗎？是母宴，而且這還是母宴，有了它，我連我師父都能耗。你們拿什麼逼我？南宮淺，逃婚就算了啊，還弄個假的母宴，是想倒翻天罡嗎？哎，小太妹，都挨揍了，別吹了。爸，我沒騙人，這真是母宴。来人，請陆仙子給我拆穿這個騙子，順便教訓我這個不孝女。母宴，且不說母宴已失傳千年，就算他手上是真的，絕不是他一個普通人能拿起來。你知不知道，那母宴重達萬鈞，那是由天地所致，那得是有你老祖這樣修為的人才能拿得起。而這世上有你老祖修為的人也只有2個，
那个更厲害的是你老祖的师尊。现在呢，你拉了一個毫無修為的廢物，說他手裡是母焰，你是想死嗎？這都是他的主意，不是我的。您別罵人罵一頓。老丈人，我今天來……誰他媽是你老丈人？你們兩個現在立刻馬上給我離婚！離就離。南宮淺啊，南宮淺，你為了逃婚，竟然會找來這麼一個人。四娘炮，說誰騙子？我騙你什麼了？我從不騙人。負心漢，負心漢，負心漢！我不是說沒有事不要來打擾我。陸先生，大小姐不知道從哪帶來個人，居然拿出來一塊廢鐵，說是火焰，而且還是母焰。想拿一塊破銅爛鐵來糊弄我，做夢！南宮淺，乖乖跟我回去雙修完婚，我不僅能助你踏入修行界，你南宮自此也有我裴家2位大成仙的老子撐腰。不管你們今天說什麼，我絕對不會嫁給這個人渣。這個家還不是你說了算。老爺，我讓把他簽了，你今天就和裴少履行婚約。至於這個廢物，把他腿給我丟出去！我就跟你結個婚，現在還要把小命搭上，咱們結婚前可不是這麼說的。哎，婚都結了，你還想跑啊？我要是敢跑，我就先把你殺了，然後我自己再自殺。那你就看錯人了。我這個人最大的優點就是無畏強權。有你這句話，我就知道我自己沒看錯人。我看由不得你不嫁。来人！既然嘴巴談不攏，那就用拳頭談。你不是要跟他同生共死嗎？好，那我現在就殺了他。這是靈王宮的4大護法。沒錯，這4位護法修為通天，實的上界真仙。你們南宮家引有妖的陸地神仙，在他們面前頃刻間化為屍水，而這樣的真仙，不過是我家老祖請來保護我的。願意為裴公子鞍前馬後，賠罪賠死，思路一條。小心！哎呀！沒事吧，姐們兒？我看這屋裡和你誰都打不過。哦，那可是4座真仙，一個人就能覆滅一座小縣城市。你讓那娘炮來找他，我保證他連他老娘都不認識的。嘴真硬。哼，原以為4位真仙出手，最少也能把你給廢了，沒想到你居然還都破了 surprise！ 如果不是太極回天丹讓我躍至天骄境巔峰，恐怕4位真仙護法的合力一起，我只能引父救軍。狗仗人勢的東西，要不是有那4位護法和幾位仙姬坐着，就憑你No， 我裴家勢大，2位老祖在仙界人脈廣泛，天才地寶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又有好友助陣，這何嘗不是實力的一部分？要是4大護法一起動手，那個千金的……南宮淺，你還要執迷不悟到什麼時候啊？要是得罪了裴家，我們南宮家就全完了。南宮淺，
我最后再問你一遍，你家還是夫家？你做夢！你怎麼冥顽不靈？来人，讓他們南宫家知道什麼叫實力。先把这個男的給我殺了，再把錢錢。嘿，只要他不死，我們家老祖也說不了什麼。到時候做我的爐鼎，祝踏入真仙。我这老婆是去了，这小命要沒了呀！奇怪，我们不跟裴少在南宫家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这里好像是道亭。小子，你是谁？为何会在这儿？啊！还不动手！我家老祖来了，你们……不可能啊！这可是老祖留給我的護法真仙，這怎麼會？我靠！姐們兒，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這難道不是你出的手啊？一招就能秒殺真仙護法，你到底什麼實力啊？我就是大家閨秀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你可千萬別把什麼屎盆子都往我頭上扣啊！算了，這不重要，反正他們已經死了，乾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也殺了。我，你們別動我啊！你們要是敢動我，裴家老祖絕對不會放過你們，到時候讓你們南宮家雞犬不留，斬草除根啊！雞犬不留，斬草除根。你們別來動我！老祖救我！让南宫家鸡犬不留，裴少真是好大的口气。原來是陸仙子出手秒了4位真仙護法，那可是4位真仙護法。陸仙子，這是又突破。陸仙子，南宮淺和我的婚約可是由2家老祖定下，他不知道從哪兒找來的野男人，3次悔婚不說，還殺了諸位神將。這9位神將那可都是裴家給我的護法呀，實力都是真仙境界，名冊在錄，但凡少1位，我裴家也在劫難逃。裴輕狂，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？瞬間斬殺4位上界真仙，就算是我也做不到。陸仙子的意思，這是要包庇他們。那既然這樣，我不介意請裴家2位老祖過來討個說法。師父，人是我殺的，你別為難寧州，滾開！您回來了啊？師父，你也認識寧州？他到底什麼身份？陸少仙怎麼會認識他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弟子陸神書拜見師尊。师尊，师尊，可惜了，這陸仙子的美貌絲毫不遜於我，但卻是個瞎子。說不定啊，這仙子的口味跟俺們一樣嘞。哎呀，我看你也是沒吃過什麼稀糠。師父，這是我老公。
师尊，徒兒終於找到您了。哎，姑娘，別開玩笑了，咱倆八竿子打不着關係，還師尊，這笑話怪尬的。師尊，就算你化成灰，我也認得你。哦，不是，就算是化成灰的師尊，我也認識。誰好人家上來就化成灰啊？我根本就不認識。師尊好冷漠，怎麼會不認識徒兒啊？這千百年來，神叔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他。等等，神叔已經長大了，不再是那個小女孩了。師尊肯定是沒有認出我。既然這樣，那好辦。我要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，我要這地再埋不了我的心，我要這眾神都明白我的意，我要這諸佛都烟消雲散。别念，我可受不了。只是随意间就能招来异象，这陆仙子的实力到底恐怖到了何种境界啊？師父，你現在想起來了嗎？姑娘，你有中二病吧？這尬到摳腳的台詞你都想得出來？師尊，這可是你教我的呀！啊！南宮家武神經的極性正義第9重肉身成聖，竟然是這個廢物教的！什麼？老祖威壓之下，連我這個武道至尊都承受不住，寧州為什麼一點反應都沒有啊？哎呀，師尊，你為什麼就是不認徒兒啊？我都說了我不認識你，非要跟我在這套近乎，你看把我老婆弄得都頭疼了。抬手就能获取异象，你到底是什麼人啊？我們老夫老妻，我當然是你的合法老公了，合法老公了。啊！你這個負心漢，你不認我也就算了，居然還要和我的徒兒結婚，我要殺了你！連陸先生總算是要死了。你師父是不是更年期啊？脾氣這麼差？噓，是我着相了。此人不過是長得和師尊一模一樣，但就算如此，我也不允許他和我的徒弟結婚。裴家和南宮家的婚姻乃天道誓約，不容改變。如果今天你不能拿出讓我滿意的彩禮，就殺了你！啊！你怎麼不早說還要彩禮呢？我哪知道？老祖深明大義呀！不，師父，我已經找到我自己心愛的人，我絕對不會再嫁給裴金狂。別人都可以，就是他不行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論比拼財力，那這廢物死定了。既然如此，陸先生，我早就讓人準備好了彩禮。我裴家不是不講理的人，既然你師尊把你許配給我，那我自然要八抬大轎娶你過門。還是裴少想得周到。師父，你就真的忍心把我往火盆裡推嗎？他裴青狂安的什麼心思，我用腳底板都能猜到。只要我活着一天，只要我還是你的師尊，你們兩個休想！芊芊，你若想肉身成聖，踏入仙界，那必然少不了。这是……該不會是麒麟玉環？老岳丈果然見多識廣。你南宮家在地上雖為武尊，但這仙界之物不可多得。沒錯，正是麒麟玉環。麒麟玉環有九妹之火淬煉、培元、固神、提升修為。我傳給南宮家的武神經橫練肉身，正好缺這一對。裴少有心了。仙子喜歡就好。至於這第二件，
凤池水1两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少爷真是大手笔呀！这1两凤池水能骂俺的名啊！听说呀，这凤池水啊，永葆青春，容貌不落。这要是给俺呢？哎呀妈，你都狗妹子了，你想迷死屎啊！早就听闻南宫小姐是天生仙胎，搭配这凤池水，堪有神用啊！至于这第3件嘛，可是大有来头。太极回天丹，没错，天上地上仅此一颗，乃是仙子您的师尊当年亲手炼制，仅这1颗便能让一位武徒踏入真仙啊！太极回天丹早已失传，我要是有，能给你，哼，这也不过是仿制而已。当年师尊把唯一的1颗太极回天丹给了我，才有了我3界肉身菩薩的徽号。可如今，好，太好了，裴少，亏是我们家的好女婿。如此一来，浅浅就能踏入仙界。是。废物，敢跟我抢女，你什么资历啊你？太极回天丹，假的吧？狗都不吃。我的太极回天丹，回天丹！你知不知道，这可是我老祖从天武库求来的宝贝，万仙难求，连道祖都没有，你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喂了狗了？小裴呀，你肾不好，脑瓜子也不好吗？啊，如果你这个丹药是真的，那他吃的又是什么嘞？我，没错，虽然我没吃，但是我只闻了那么一闻，我就百毒全消。要不你还能见到我，我早被你裴家的天煞毒给毒死了。太极回天丹确有闻其香就能百毒全消、驱毒净体的作用，但是连师尊也只能炼制出1颗，他凭什么？肯定是他们俩为了逃婚耍的手段。够了！又是太极回天丹，又是母焰，不过这点小伎俩还瞒不过師父我。你們兩個還真是無所不用其極。南宮淺，你看看你找了一個什麼玩意兒？這個廢物連個像樣的彩禮都拿不出來，還說自己有什麼太極回天丹？你怎麼不說你是陸仙子的師尊呢？我告訴你，今天要是拿不出彩禮，陸仙子，請立即誅殺此人。誰說寧州拿不出來了？他只是不屑。你，哎，小太妹，能不能別幫着你？陸仙子，您比誰都明白這太極回天丹的珍貴。我本來是想送給仙子您，知道您思念師尊千里，也好歹是個念想不是？畢竟上面有道尊的一縷氣息。可是沒想到，這混賬將來都給餵了狗了，連你唯一的念想也馬達了。跟我搶女，我看你死不死！小子，你今天要是拿不出彩禮，我不介意大開殺戒。不拿彩禮，確實也說不過去。當當當當，禮輕情意重，別嫌棄，感情好才是真的。兄弟，你来看一下吧。蘋果，他拿了個蘋果當彩禮，蘋果。我對不起這個人。我南宮家的女婿也不說是千億聘禮，也不至於就一個蘋果吧？你跟這含着誰呢你？淺淺，我跟你說啊，你要是跟這個王八蛋結婚，你就別管我講話了。我也沒有你這樣的女兒。可能這個就是愛情。我愛你嘛，花情哦。
白吃吧！陆仙子早已不是人间烟火，还苹果。我送来的宝贝，那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。你一个破苹果就想赢我呀？数一数二有什么用？苹果是一种富含维生素的食物，每100克只含有60大卡热量。我看他头发花白，应该多吃维生素。今年結婚不送禮，送禮只送小蘋果。雖然我不介意，但是你這是不是有點太離譜了呀？我是男主，我怕什麼？我們送禮最講究的就是2個字：情義。就他那些幾十個億、幾百個億的，誰知道裡面有多少水分？我堅決反對天價彩禮。陸仙子，拜年就是耍我們嘍！耍了他，能讓一位真仙全力出手，废物我看你怎麼死啊！好，哎，師傅，你要知道他不是故意的。这個蘋果給我。啊！我吃了一個，如果你喜歡的話，我還有。這怎麼回事？這看不懂，但深深震撼。師尊，你果然沒有忘記我，還記得咱倆第一次見面，對嗎？哪儿來的臭乞丐？滾一邊去！滾不滾？滾不滾？不滾，把你埋到窑子裡去！滾！我咬了一口，如果你喜歡的話，反正我一個人孤單寂寞的，要不我收你為徒？我應該想起點什麼，透露一下。你是我師父初戀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怎麼能知道啊？我怎麼會是他初戀呢？我夢裡跟他談戀愛嗎？人家母才單身這麼多年，人家為你守身如玉，你居然污蔑人家！沒想到他是個硬渣，他要是找我呀，也不是不準。喂，都哭成這樣了，還不趕緊哄哄啊！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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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！給我閉嘴！你們都是哪邊的呀？你們！我真的不是。當年如果沒有這個蘋果，我早就餓死了。師尊，你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念想。你就是師尊，你騙不了我。別點了，蘋果？什麼蘋果？我堂堂1000億彩禮比不過一個蘋果，就憑他一個毫無修為的廢物。沒有人能逼我愛的人做他不想做的事。今天我把他放這兒，他我保了。你保不了，陸仙子，你要為了一個毫無修為的廢後回家結仇？不，裴少，你看陸仙子，你三思啊！這裴家可是有2位大成期的老祖坐鎮，這萬一……是啊，陸仙子，你是不是認錯人了？如果是之前，我還有點不確定，可當他拿出蘋果說的話和當年一模一樣，他就是師尊。啊！仙子，我知道你相思成疾，但是沒有但是，這次我絕不會認錯。師尊，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你一直抗拒承認身份，但是無論你是什麼想法，只要是你想做的，我都會支持。
除了與他人成婚。夠了，陸仙子，你為了給南宮淺退婚，拉出這麼一個廢物，真當我裴家一點脾氣都沒有？從今往後，南宮家和裴家共戴天。段氏，也配和我說教？告訴你家2位老祖，誰要是再敢动他，就算是真仙，我也照杀不误。导演，你不是说我才是女主吗？这你给我拿回去！哇，你！我齐家愿献上玲珑棋盘，求2位老祖做我齐家供奉。就你这臭棋子，你好意思拿出在这显摆？哎呀，2位老祖只要愿意屈尊做我白家通父，白家任凭驱使。你一个臭棋篓子，一个穷酸书生，并无手缚鸡之力。2位老祖早已超然世外，要你等有何用？我周家这枚虎符，想必定得助老祖一臂之力。求2位老祖做我齐家供奉。请2位大臣先做供奉，你们这算盘子都快崩到我嘴里了。我老祖救我！老祖救我！老祖，南宫家我家不得，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个野男人，上一次会魂不住陆神书，还出手重伤了我。陆神书，欺我裴家无人！老祖，你可以要为我报仇啊！再有3天，便是道尊定下的万年之约，这万年间，我忍得太辛苦，到时候我2人会亲自出手，覆灭南宫，誅杀陆神书。这机会不就来了吗？我齐家愿为老祖除这个恶气。哎，这种小事怎么好意思劳烦2位老祖出手？交给我，我定能让那南宫老狗乖乖交出女儿，供世子双修。就凭你们俩，瞧不起谁呢？怎么着？不服吗？来呀！试试！只要你们能把南宫浅带过来，顺便把那小子给我捏碎了，我们倒是可以考虑收你们3家当狗。多谢2位老祖！多谢老祖！完了！裴家老祖打上门，我南宫家和这个家毁于一旦呐！都怪你！是你害了钱家，毁了我南宫家的百年基业呀！哎呀，怕什麼呀？有我師傅在，我們2人聯手，一定殺他們個片甲不留。我還不能殺生。為什麼呀，師傅？師尊在失蹤前留給眾臣100萬年保護期，如今只剩下3天，在這期間，大成仙不能出手，否則會遭到仙世的反噬，消散於世間。雖然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，但是我有個朋友想問，這是哪個混蛋定的規矩？我懷疑你在無中生有。師尊，你真的什麼都不記得？我應該記得嗎？3日之後，黑九2洞已經打上門。陸仙子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為今之計，只有一個辦法，你們舉辦天道婚宴。只有舉辦天道婚宴，用你仙胎才能激活道尊的記憶。啊，可以，走。這南宮家好歹也是武道至尊呀，竟然把女兒下嫁給一個肉體凡胎的廢物。是說3條腿黃了，
2条腿的男人不到处都是啊！是啊，你们说南宫天是啊？我让你们在这儿霍霍，说我可以，说我老婆不行。浅浅，记住我和你说的，一旦激活道尊记忆，你们俩离婚。师傅，婚都结了，哪还有离婚的道理？我就不服。那倒也不是不行，那我就出手，把所有人都杀了，山河倒转，时间倒流，让……哎，停！成年人不做选择，我可以2个都要吗？想得美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是玲珑棋局。陆上仙果然见多识广啊，不错，这正是玲珑棋局。身处在棋局内，人命即为棋子，天地即为棋盘，而这棋手正是我。棋仙，传说中天地为盘，以万物为子的棋仙齐元淳。老爷子，浅浅要是有你1半的心力气儿，也不至于跟了这个废物。放着好好的世子，这种天之骄子你们不嫁，你们南宫家还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！这位是以凡胎俗入书道，登禅山渡苦海的书仙白广孝。陆神书胆敢打伤裴世子，还想给你的徒儿办婚礼，今天我就让这婚礼变成葬礼！这个口气比脚还臭的人是谁？哪儿请来的酒杯？丁仙、周武统領3界仙边信件，手握杀法之地。齐家、白家、周家，仙家之下，3家为尊，各执一道。烦了！我听明白了，一个棋篓子，一个写小说的，一个保安队长，是吧？废物！今天有齐白周3家相助，我一定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的骨头碾碎，再让你亲眼看着我抢走南宫钱。裴少，你放心，我定会让那个废物亲手把南宫钱送到你的床上。留他一口气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我玩南宫钱。祖，那是当年道尊闲暇之余的掌中玩物，若入人间，便是看人生断人死的仙人局。好吧，今日我就要让你横尸当场。师尊，你还没有恢复记忆，有把握吗？有把握。妈，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陆仙子的师尊，那位传道诸天、不识3界的至圣贤士。陆仙子，你不会認錯人了吧？啊！你們信嗎？我反正是不信。倒是人人都聽聞陸仙子愛慕師尊多年。哎，你該不會是有什麼面授之好吧？師父，你不能出手，要是放在以前，他得在我的鋪眼下死1萬次。而若是道尊，那我豈不是誅殺道尊了？老头，你讓我下我就下，你算老幾了？由不得你！你已被我拉入棋盘空间內，每走一步即對現實進行影響，人死燈滅，輸棋自毀。擺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條路，與我下棋或者死。那我要是贏了呢？哈哈哈哈！這棋盤分等級，雖說我需要催動精血才能激活這玲瓏棋盤。相當於以重傷搏殺你們，但這若因此能夠將陸神書殺了，倒值得。小子，你就瞪大眼睛好好看着我是怎麼殺了他們。天地棋盤，好久沒玩了。
師父，輸了會怎麼樣？如果輸了，我們齊宣一生一切，成就至高，無人能出其右，只在道尊一人之下。那廢物不過是個普通人，你們一旦入局，必死。我原本以為祁老根本不可能催動玲珑奇訣，沒想到如今他用金血催動，恐怕……師父，你快救救宁城啊！我可不想刚結婚就當寡婦呀！如果師尊再沒有記憶起來，連我都會被重傷。喜宴变丧宴，都怪你们南宫家，否则他们也不会死在这里。我不玩了，我不玩。敢跟我抢女人，这里有一个人，就是一座孤坟；这里有100人，那就是乱葬岗。口气不小，该你了。如果我下这个，如何呢？小子，这玲珑棋盘蕴含着天地伟力，每一子都由周山之石篆刻，若不是實力相當，貿然動子，只有一個下場。哦，徹底被吸乾，淪為棋盤亡魂。若是你敢落子，必死無疑。他怎麼拿得起帥旗？以秦心的棋道造詣，頂多是相子，他憑什麼呀？這廢物終於要死了！怎麼會？祁老的棋盤蘊含天地偉力，可不是誰都能坐下對弈的。只有自身實力達到級別，才能驅動棋子。他一個毫無修為的廢物，敢啊！弱！只要他敢落子，必死。師父，你快救救寧州！這是師尊自己的期許，一旦開始，任何人無法干涉。落呀，快落呀！誰敢落子，道尊就救不了你！落啊落啊落啊！你怎麼一點事沒有啊？你到底是？我的玲珑棋盤怎麼沒用啊？路走你非東扶西，你為人切莫用心機。百年世事三更夢，萬江山一局棋。你是？死給我死！你是道尊？这究竟怎麼回事？玲珑棋局是天下第一的仙人局，在局內無人是祁老的對手。我靠！道尊，不是，这小子竟然是道尊，連棋仙都給他下跪，他到底是誰呀？他道尊呀！我跟你說了很多次了，我不是什麼道尊，你怎麼就不相信呢？我就是為了完成我老媽的心願，娶個老婆。哎，大爺，你看，我現在可以把你扶起來，但是你千萬別訛我啊！這麼多人看你，你可不能碰瓷啊！道尊，道尊，你收下了，道尊收下了。道尊收下來，道尊收下來，道尊收下來。這不是你齊家至寶嗎？哎，你給我幹什麼呀？
道尊输了，道尊输了。你是道尊，走，滚开，滚开！你是道尊，赶紧滚！你是道尊，你是道尊，你才是道尊，你才是道尊，你是道尊，道尊，你是道尊，走开！哎，他该不会是疯了吧？林州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呀？我对他做什么？我对他什么都没做，他就血淋淋的把这个给了我。恐怕他是在场唯一一个认出师尊的人，却处处和师尊作对，一时间惊魂错乱了。哼，齐元淳，他不过是被棋盘反射了而已。啊！道尊，他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死了，齐老死了，只是和他碰触一下就暴毙了吗？难道是？齐家刚答应供我裴家二祖做供奉，你们就害死齐老？好，你们这是存心和我裴家过不去呀！今天我一定让你们死葬身之地。世子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他活不过3秒。世子，这是南王无言的经。唉，司徒汉，啊，你好啊！现金500万，凤暖耳坠，冰珠1颗。哎呀，朋友，看来你和南宫家走得很近嘛。我和他们没关系。下一个出，哎呀，不识字儿。楚城啊，楚城，你非常的富有嘛，现金5000万，你这是想巴结我的老院长？没认识，都是南宫老狗，他害我呀！死了！他也死了，下一个该不会是我们吧？南宫老狗，这就是你邀请我们参加婚礼的真實目的嗎？你好狠的心吶！為了一個廢物得罪裴世子，來，把禮金都退給我們，退我們！今天是我女兒大婚，我誠心邀請各位赴宴，沒有禍心吶。我們的新郎叫林州。啊！1秒、2秒、3秒啊！然後呢？他這個書真的很厲害嗎？師尊，那是白家的立命之寶，天尊聖書，是當年您偶然撰寫下的畫本。只要在畫本上寫上別人的名字，別人就會生死報銷。完了，我現在就要死，我真的要死了。太便宜你了！要不是陆神疏忽你能活到現在？裴清空，放了所有人，我趕緊走！哎呦喂！急了，完了！看清楚了，這上面寫的清清楚楚是你的名字。現在就算你跪下向世子磕頭，也無濟於事了。裴清空，你真當我不敢殺你？來呀！你殺了我呀！先世之下，你灰飛煙滅，你廢物還是死路一條。我等等，你不是說我馬上會死嗎？可是我現在1
點事兒都沒有。怎么回事？写错字了吧你？不可能啊！你看，这明明就是他的名字呀！什么？不可能！这名字怎么可能会不见了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哎呀！哎呀，又死一个，连书生都死了。这小子他到底谁呀？他先是七杀，再是书生，下一个不会是我吧？哦，一切都是巧合。这一切都是你害的啊！哥们，我都没有碰到他，你张口就来啊！证据呢？证据呢？不会吧？难道我真捡了个道尊当老公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那什么狗屁道尊？畜生！杀了他！我抢回南宫钳！师尊，我不敢了，他是道尊。我倒你妈卖马花尊！他就是个废物，就是个废物！你不是兵仙吗？杀他应该易如反掌才对呀！别死！这小子太邪门了呀！齐圣死了，后是书生死了，我兵仙令，你给我呀！有了这兵仙令，就能号令天兵天将。兵仙令牌，真的是兵仙令牌。手握兵仙令牌的是谁？回信长是陆地兵仙周武。道尊曾说过，一旦兵仙令牌现世，就成魔丸入侵，三界有危。本王口令，仙兵借道，镇压魔丸。仙兵仙将，糟了！兵仙令牌执掌稻田，可调动三界兵马。很厉害吗？这些仙兵仙将听调不听宣，除非什么？除非道尊亲临，否则会被视作魔丸入侵，我们都得死。这些仙兵仙将个个都是小成仙实力，只在我和裴家二祖之下。仙不仙兵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必须要保护我老婆。别说陆神书不能出手，就算他大開殺戒，有仙兵仙將坐鎮，你們都得死。陆少卿，那可是仙兵仙将啊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浅浅吧！陆仙子，出手吧！我只要浅浅能够活下来。你们南宫家为了这個廢物，把他包裝成什麼道尊？好啊，你不是道尊嗎？我今天殺了這道尊！来了，仙兵来了！谁有仙兵令牌就听谁的。他们南宫家这次是徹底完了。魔丸何在？二位仙将，這裡沒有魔丸，可是非魔王入侵，不得召喚仙兵仙將。以為仙兵仙將是你私人護衛嗎？找死！二位仙將，可是這小子冒充道尊吶！冒充道尊？哼，一樣是死罪！把這裡所有人都給我抓起來，押入仙域，等道尊歸來，聽候發落。看你們誰敢！
芊芊，芊芊。区区陆地神仙也敢跟道清仙长作对，找死的吗？非得逼我出手吧？大成仙，恐怕实力在我之上。二神将，万年之约未解，他还包庇这废物冒充道尊，罪加一等啊！哎，千万不能放过他！师父，小心！师尊，那本是书上看的，你也在本书中。到底有完没完？真当我好欺负吗？打伤我老婆，还说我冒充道尊，简直欺人太甚！青虎青龙坐骑，自道尊消失1000年以来，青龙护法隐遁，不知所踪。如今重见天日，他难道真的是道尊？会，就是你。去你的道尊！你才是道尊！你全家都是道尊！你们道尊，道尊，全家都是道尊！你们道尊，道尊，道尊！还有你，我好好的婚宴，就是让你们给搅和黄了。我娶个老婆不容易吗？啊！点颜色看看，你真当我好欺負是吧？尊重，你真的是道尊？怎么可能呢？我老婆说我是道尊，你们信吗？有这么难回答吗？公主，道尊大婚。还说你存心跟我作对是吧？难道宁州真的是那位至圣仙师，3界唯一？到现在，师尊还是没有恢复记忆，可我又不能出手。不如还不赶紧给师尊认罪！是我们可错了，道尊大人，您息怒。呸！我说错了，是大人。啊，对，大人，您别生气啊。千年以来，青龙护法一直追随道尊，我们可以認錯，但他絕對不會認錯。而且這人長得和道尊一模一樣。也許道尊消失1000年，只想與神作伴，引誘天魔，好把他們一網打盡。行了，起來吧。看你們兩個穿得官裡官氣的，應該是管事兒的吧？今天就是他小後的婚禮。你要是不給我個說法，誰都別想跑！道尊真是惹我們辦事不力呀，連這點小事都處理不好，豈不是愧對道尊的栽培？你們別過來！敢對道尊不敬，我裴家跺跺腳，整個3界都得戰！你們要是敢動我，我叫老祖出關，絕對不會放過你們！別說你們裴家老祖沒有出關，就是出關了，在道尊面前也得跪下。看來是留你不得了。老子救我！今日過後，就是道尊定下的100年之約的最後期限，你我終於可以出手了。南宮家仗着有陸神說這個老女人撐腰，擅自鬼婚，打傷秦王，
我要南宫家。不知道青皇是否已经带着奇仙、书仙、冰仙，将南宫家连根拔起？这3条老狗的實力，在我們和陸神書之下，對付南宮家也是不在話下。這天下除了我們師尊，沒有人能救他南宮家。哼，陸神書這個老女人，誰讓她跟我們裴家做事？青皇一旦拿下南宮家，這個萬中無一的仙胎，便能一步踏入小成仙。想必那南宮老狗現在已經……糟了，情况有危險，走。那所有人都跟我作对是吧？有一个算一个，我老祖来了都得死！哎呀！裴家二祖在闭关之前也是大成仙境巅峰，统御十方神王，在道厅一战杀神成人，就是魔丸见了他都得绕道走。论实力，二祖仅次于道尊，一人之下，3界至上。呸！谁来了也得讲道理，明明就是他们捣蛋在先，还要找我算账，我正好要找他们算账，怕个毛啊！裴家二祖可是有吞天之能，连我師父都打不過，你在這逞什麼吞天吞地？我吞西瓜很厲害。看來我老公真是漂亮。也對，他怎麼可能是那位至聖仙師呢？不過長得有點像吧。都怪我把他抬到了不屬於自己的高度。這個家呀，沒有我得散，我可一定要保護好他。師尊，淺淺說的沒錯，我和裴家二祖是死對頭。況且萬年大劫已至，若真要出手，恐怕整個3界都會被打成碎片。啊！那我們趕緊跑吧。是啊。來不及了，我已經感受到他們的氣息了。完了！來一歲，聖神就是不死。先下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。欺負我老婆，害死他！我看誰敢動我們裴家後人！老祖！哎呀！1萬年，整整1萬，老女人，別來無恙。看着我們閉關，欺負我們裴家後人，南宮家真是好手段。啊，根本不用出手，仅仅靠光釋放的威壓，就讓我們難以為繼。我靠，竟然是2個女人！老祖，你們總算來了，你們要是再不來，他們都要騎到我裴家頭上了。老女人，今日新仇舊恨，我們好好算算。還有你們這群大頭兵啊，跟這個陸神書抗衡一氣，把這個廢物包裝成什麼道尊。道尊，道尊是什麼人？至聖仙師，3界至高，眾人都要匍匐在他腳下跪地。豈是你一個廢物能冒充？你這是在侮辱道尊！老女人，天下人都知道你陸神書愛慕師尊，可你又包穿出一個廢物，打傷親體，你是把天下人都蒙在鼓裡嗎？給我睜大眼睛好好看，寧州到底是不是道尊？這2位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，
既然道尊的身份这么好使，不如……不错，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道尊。既然你们裴家管不好自己的后代，那就让三界替你们好好管管。老祖生气了，老祖生气了！小老子，你他媽是什麼東西啊？老祖，這家伙一壯壯一件件都在羞辱我們裴家，如果不殺他的話，以後我們裴家在三界怎麼立足呀？而且這些阿貓阿狗，這不是誰都要來踩裴家一腳嗎？對，要不是因為他，我們也不會和裴家作對呀。他裴家老祖逆天叫囂，這小子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！殺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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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算你們識相啊！你們現在廢了這個廢物，說不定我們老祖心情好就放了你們。殺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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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下到了，玩砸了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你们誰敢！老祖，杀了他！等等，先确認一下身份，萬一被騙了怎麼辦？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什麼人敢冒充師尊。老女，他要不是道尊，今日得千刀萬剮。南宮姐看到了嗎？家兒被騙了，這家伙就是一個廢物。要殺我老婆，就先從我身上踏過去。我看誰敢！大喜的日子不如吃個喜糖，壓壓驚。喜糖？我他媽祝你喜喪啊！看。放肆！敢对道尊不敬，你是想死嗎？等死再和你算賬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沒看錯吧？這裴家二祖還真是殺人不眨眼了，連裴青龍都不放過呀！哎呀，這可怎麼辦？不關我的事，不關我的事，這是他們家門不幸，家門不幸。我就說嘛，兄如裴家二祖，視殺如命，見了道尊親臨，也得乖乖跪下。你混！哪來的野種，竟敢在宴會上蹭吃蹭喝？不就是吃你2顆糖嗎？犯得着？道尊，他們是裴家餘孽，罪有應得。小孩子是無辜的。是。別怕，大喜的日子，吃顆糖，壓壓驚。甜嗎？請道尊收我2人為道童，願做牛做馬，服侍道尊左右。老祖，他怎麼可能是祖尊3世的道尊？你們別被他給騙了！甜嗎？弟子裴南風、裴之玉拜見師尊。什麼？又來2個徒弟，還是雙胞胎？倩倩，不是這樣的，我可以解釋。倩倩，你聽我解釋，聽我解釋的。師尊，徒兒不會認錯的。1萬，整整1萬。徒兒把3界翻得個底朝天，也沒有找到你。死馬當作活馬醫，不如認了。我這一生如履薄冰。沒錯，我就是3界道尊至聖仙師。好，裴南風、裴之意，南風知我意，吹夢到西洲。行，就我是那個萬人是吧？這不山中夢嗎？天劍如果能和道尊結婚，
那么南宫家將会成为仙界第一家族。我没想到你还是个情种。说，还有谁？我就你一个领了证的老婆，还能有谁？你俩都是说句话呀！敢欺负师尊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师尊，把南宫交给我，地让他生不如死。这个可是我老婆，领过证的，合法的。老婆？师尊，你不是说万年之约一过，你就同意我二人嫁给你？对啊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废物居然是老祖的师子，还和老祖订什么婚约子？师尊，你不是说我才是你唯一的徒儿吗？你这个不行！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反正万年大劫将至，早死晚死都得死。与我们一起同归于尽。既然做不成神仙眷侣，那么就做一对地下亡魂。老女人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和师尊相认，你也要来横插一脚是吗？大不了再打个架，让山河倒转，让天下洗牌。我看师傅是疼你还是疼我们？哼，在爱情中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。来吧，老女人，脸就一张，你可省着点丢。师尊当年收我们姐妹为徒，说好的让我们伺候。你吧，凶巴巴，我看一辈子也嫁不出去。哈，老娘嫁不出去，我可是师尊亲自点名收的徒儿，不像某些姐妹，哎呦，上杆子给师尊当掌牙，真是不害臊。老女人，我死了是谁？小废物，动手吧，把师尊抢回来！停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好像是我老公。是。行了，明天就是师傅定下的万年大劫。如果到时候3界的大成仙解除了出手限制，那一片混乱，我们都得死。在座的哪个不是大成仙？除了……等等，还有魔族。万年大劫将至，3界蠢蠢欲动，魔潮恐有动乱，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让师尊恢復記憶。那就只有一個地方，道庭遺址。廢物，你給我等着！萬年大劫以後，魔丸卷土重來之日，就是鎮壓你之時。裴家世子裴金狂求見父親。拜见父親。你終於回來了。父親大人，我失敗了。無所謂。今日過後，整個3界都得匍匐在我的腳下。1萬年，整整1萬年了。道尊威壓3界，讓我魔族群狼無首。現在萬年大劫一過，限制解除，我魔族也該捲土重來了。孩兒，願為父親效勞。這是兒，這本該就是屬於你的重龍面具。輪戴上這重龍面具，便可化身天魔，擁有媲美大成仙天風的實力。我再去把南宮家那個仙台搶了，集取了仙台，我看3界誰還敢跟我們魔族作對？
仙台我要，道尊之位我也要。万年大劫已过，他们应该就前往道庭遗址。只要你先他们一步，坐上道尊之位，穿向道盟，你就是下一位至圣仙师。南宫玄，我看这次怎么逃出我的手掌？师尊，这里就是道庭遗址。自您消失万年以来，它已经成为无数人朝拜的圣地。你有没有想起点什么？我应该想起什么吗？我看你们一个个就是魔怔。这天梯有99层，每一层都有您亲手布下的禁咒，更有法则之力的镇压。寻常普通人想要靠近天梯，轻则灰飞烟灭，重则化为枯槁。这下面镇压着历代绝顶修士的苦海以及邪魔，一不小心可就……我靠！我靠！这走了，这道尊不当也罢。老公，道尊之位可近在咫尺吧？你难道就不想？我不想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不是道尊，我发誓，我都是骗你们的，真的。大求间出手的封印解除了。师尊，你留给众神100万年的保护期已经解除，我感受到了魔族的气息。一旦被他们抢先一步，道庭易主，天下将会生灵涂炭。啊！那我怎么办呢？来不及了。我就知道，他一定可以，他就是师尊。嬴政，你有没有想起什么？师尊，你只有神术一个徒儿吧？请道尊收我2人为道童。我到底是那个背影和师尊当年带我回道庭一模一样。师尊回来了。道庭天梯，一步一重天，每踏出一步，都要承受天道的威严。可明珠他可以骗你，就算是我们也做不到毫无压力。传道诸天，图普天下，为师要云游100万年。师尊，你要去哪儿呀？去你！3000世界尽在我脚下。嬴政，现在你能把你的圣火焰给我了吧？圣火焰。
至聖先師，我是三界道尊。这是至尊自己的龙袍。本年大劫已过，道理该换换主人了。魔尊，青黄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怎么会？还要平日里虽然神圣作风乖张，但他绝不可能是魔族之人。魔尊，把青黄还给我！还？我的好大儿，裴家老主让我把你还给他，你同意吗？裴青黄，他早就已经死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叫魔丸。什么？你不是裴青黄？现在站在你面前，是我魔尊的儿子，也是我魔族的皇子。我就说，我怎么总从裴青黄身上嗅到一丝魔族的气息？好在当初你没有让南宫浅嫁给裴青黄。这么说，青黄早就已经……本尊原本是打算让他潜入裴家，和南宫家联姻，窃取仙台，成就无上至尊。万万没想到，半路杀出你这麼一個廢物，壞了本尊的好事兒。把人給我帶出來！丈母娘，萱萱，快跑！萱萱，不要管我们，你快走啊！芊芊，南宫浅給我交出來，再把這個廢物給我殺了，否則的話，一旦我兒坐上了道尊之位，你們都得死！這倆老骨頭怕是見不到明天的太陽。裴青黃，你敢！青黃，你快放了芊芊父母，他們是無辜的。不用了。魔尊，你恐怕忘了，站在你面前的可是至聖先師，三界至高。裴哥哥，你不就是想讓那個位置放了芊芊的父母？我讓給你啊！你給我閉嘴！你那個修為的廢物，被你們包裝成道子，什麼至聖先師，三界至高。可笑，最後再給你個機會，把南宮淺交出來，然後再把這小子腿一斷斷，扔過來。我不許人口是死的。裴青空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跟你走。过來！芊芊，宁哲，你与我有緣無分，如果有來生，我一定嫁給你。只是，爸，芊芊不能過去。芊芊，別！裴青空，放你走。一回你過來，我就保護他。實話告訴你，他今天必死你。
裴清光的实力怎么增长的如此恐怖？我们3个都是大成仙巅峰，他居然在我们之上。在他面前，我竟一时提不起战意。原来是天地间一人力气所化，现在又因天魔入体，就连我都不是对手，更何况是你们！别说你这个废物现在不是道尊，就算是也得给我跪着！原来一切的幕后主使都是你！1万年，足足1万年了！道尊威压3界，压得我魔族喘不過氣來。現在萬年天劫一過，限制解除，放這3界，試問還有誰能阻擋我魔族？廢物！你不是道尊嗎？你怎麼不救他們呢？啊？還是說你無能為力？今日就讓你看看什麼是半步天魔的實力！好笨头，这就是半步天魔！算今日道尊千里，我也照杀！糟了，裴清光彻底入魔了，他的實力已經在我們之上。师尊，你的記憶還沒有恢復，你趕緊跑！恭迎魔尊大人，恭迎魔丸大人。如今我兒已經是半步天魔，你還有你們都得死！殺光他們！明州，你走，你我不是一类人，注定不要在一起。走！我媽說過，我打小就這樣，我認定的事情，任何人都改變不了。小裴啊，不是我瞧不起你，就算你換身衣服戴個面具，你也還是打不過我。你不行。廢物！你之前仗着有鹿神書撐腰，現在100萬年限制一解，助我降臨！我要把你扒皮抽筋，再當着你的面搶走南宮錢。上次你也是這麼做，就會這一句台詞。好！我這就是殺了他們，再殺了你。今日之後，這3界，我說算。就你話多，讓你搞我，讓你搞我！你老祖都是我前命，你還跟我囂張個毛啊！老虎不發威，你當我是蜜貓是吧？啊！如果我沒看錯的話，他手裡拿的是……這真的是聖火焰？這怎麼可能？當年聖火焰震懾群魔，我們可是都打怕了。這種就該給他點顏色瞧瞧。道尊饒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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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告訴你，別再讓我看見，否則見你一次打你一次。還有你們，學什麼不好？學人家當劫匪，什麼髮型？真當自己是道尊啊？道尊錯了，我們錯了，以後再也不幹了，再也不幹了。道尊饒命！我對天發誓，以後一定做3界的守法公民。還不趕緊把我岳父岳母放出來！是弄傷了，打爛你們的狗頭！是，道尊激動，道尊激動，快扶起來啊！明州，你放心吧，以後我不會讓任何人欺負你。那他們怎麼辦呀？他們就是些有命，有賊心沒賊膽的，叫他們滾蛋，免得傷你的眼睛。
謝道尊饶命！謝道尊饶命！师尊，魔族一直觊觎中原，这次要是放过他们，恐怕会再引起祸乱，一定要严惩罪魁禍首。陆先生，误会，我们是冤枉的。他一直都是他，是他蛊惑我们魔族，才会有今天这场闹剧。哦，对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哪能遭这些罪啊？道尊，你饶了我们吧。哎，等等，你们刚才不是说他是帮你们大兴魔族的功臣，现在又变成罪魁祸首？真是狗咬狗一嘴毛，不如让魔尊给他杀了。Good idea！ 好，你这个逆子，竟敢挑起我魔族和中原的祸乱！你死不出去，死不出去！对自己人下手都这么狠，我被楷模啊！杀人诛心，杀人诛心！今天范主尊就清理魔户，废除你这败类！别让我了，再次盗君私命，可为呀！大圣，废物，你在意什么？我是活不成了。再以我半步天魔的境界，只要自爆，便能引来3000小世界的至高，能拉着你们一起死，足够了。快阻止他！以他的实力，一旦自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糟了，裴青狂自爆啊！这就能打破次元壁？师尊，此方世界由3000小世界组成，裴青狂以他半步天魔的实力自爆，打破次元壁，恐怕他们会入侵这里。不算你是道尊又如何？3000小世界的至高，难道都是你的徒子徒孙吗？你们等死吧！完了，3000世界入侵，就連道尊發現秦嶺也是無濟於事啊！和此相比，我魔族入侵簡直就是小兒科。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你們走，走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林州，不管未來發生什麼，不管你是不是道尊，我都會陪着你。還有我，師尊，雖然不能嫁給師尊，但是可以和師尊死在一起，知足了。還有我們，都給我死！来了，3000世界的人都來了，殺了他們就砸了！你們是什麼人？眾弟子拜見師尊。什麼？啊！又來！師尊，3000世界聖靈庇佑，您早已正道諸天，我們都是您的衣缽，那個位置只屬於您。你們開玩笑吧？只要您換上道袍，坐上去，一切都會明白。